中度风台小犬当日逼我台湾，被风款吸到本岛的陆地，预计明仔透早就伫咧台湾买定陆。美国众议长麦卡锡甲执政党同齐推动临时经费过关，这是引起伊共党的议员不满，去互罢免。印度中部一间公立病院，2天内31个病人死亡，这受害者的家属怀疑是病院失觉贼。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新闻世界通》，我是苏眉，邀请大家踮台湾看世界，用台语了解国际台。这中度风台小犬是当日逼我咱台湾，暴风款是已经吸到本岛的陆地啊。若是照这个路线来看，这风台预计明仔透早就伫咧这台湾买停陆。也若是落雨情形，提醒这东部甲南部的观众朋友都要特别注意安全。根据气象署的预测，即阵这东半部的风雨应该已经真明显。明仔日是台东甲恒春半岛就会开始变大雨，就要等到拜五，这暴风圈才会离开台湾。路边的树仔吹甲东倒西拐，公园游乐区的彩带也夜飞。小犬风台还未来，外围环流已经予台南扣大风。因为中部出现微细风势，透早伫台中市北区太原路有路树，予大风吹甲倒去，讲到一台车也影响着后面梯，好在无人受伤。就是心里就是震一下，心疼哈。当然会啦，不管是老车旧车都会啦，总是自己的东西。风台继续向台湾接近，伊暴风圈已经吸到台湾东半部的陆地。目前高雄、屏东东部、南投、嘉义这县市已经进入暴风圈范围内底。气象署有估测过，风台中心会穿过台湾南边陆地，到巴士海峡机会上悬。台风中心的位置呢，是位在鹅銮鼻的东方，大约160公里的海面上。未来呢，将以比较稳定的速度朝西移动，接近到台湾的南段陆地这一带。目前的海面的风浪上面其实都相当的偏大。气象署表示，即马台东恒春半岛上大阵风已经12到13级，南苏力岛风力阁较强，上大阵风接近16到17级。过去风台强度小可增强，不过暴风圈并无扩大，因为风台接近过程当中受地形影响，无排除路线可能有机会向南修正。气象专家是讲，小犬的风场正大，各地风势已经起来，不过后势要等风台核心区域进入陆地才会真正灭迹。今天晚上开始，10几风的暴风半径靠近了之后，整个花莲啊、台东，然后到屏东、恒春半岛这边的降雨就会先开始。明天大概清晨到上午，通过恒春半岛进来到台湾海峡这边之后，南部地区就要开始注意，有可能造成就是雨势加强的这个情况。国政府表示，为测试开始连续3天是风台影响上明显的时阵，免轻视东部、西南部山区的雨势。上近拜五透早，暴风圈才脱离台湾本岛陆地。记者综合报道。花莲台东愈晚风雨愈强，台铁的南部干线甲东部的干线行去过道是拢已经停驶，山区的民众为着安全嘛，拢先撤离。今日日时的时阵，花莲就已经开始咧靠强风啊，唔有树啊倒去，这溪畔的土沙嘛拢四界用。大影一波，搁一波愈来愈悬。台东海滨公园的烟花线风影，绿岛和南树嘛明显感受到风雨啊。这是振兴天气的阵风，那雨也是一样。小犬风台愈来愈晚，台东地区第一个受影响。烦恼讲的风头好大，台铁对测试中到了后，就小连续停驶南回线和东部干线，真侪人行程受影响，嘛有人较紧去柜台问要退票。那什么时候会恢复行驶还不知道。目前不确定哦。会时尚啊？时尚哦。啊，对。阿姨还有火车吗？现在没有火车诶。那你怎么回去？可能坐公车吧。台东基本的街仔路拢无人，风台就要来啊！大多数的店家拢无开门做生意，真侪温泉旅馆是出现真侪人要退订房。我们就剩下1层而已。剩下1层哦。对，是差蛮多的。进前小连续2个风台扰台造成灾情，当地民众唔敢大意，因为小犬风台预估可能对台东和恒春交界的所在登陆。我恒春的南田村居民较紧做风台准备，用更速甲触电绑好条，嘛较紧来踏沙包。南田过去的经验，不管是只要是从东南部上来的台风，第一个首当其冲就是我们达人，要不然就是大武。当地做是土石流大规模入到来境界区的金峰乡新恒村，嘛惊风雨伤大，一寡居民较紧款行李，暂时离开去避风台。天
天顶看过去是雾雾雾，花莲立雾溪大桥河床的沙石受到真强的风台外围风力影响，风沙是交甲规世界，包括新城川和后细川等等。虽然公司是一直派压水车出来，但风沙伤高，只要无落雨，状况袂较好。河床的沙都把它卷起来，你看带到整个新城。风遮尔头，毋若是吹一堆风沙，玉里地区路边的墙仔嘛倒去，有一段时间是影响到交通。小间风台嘛有可能造成惊人的雨势，宜国山区会到800毫米以上，这侪所在开始撤离。等一下晚上会下大雨，所以我们迁到那个居里国中那边。乡公所人员和警察嘛一号去提醒民众，先退去安全的所在，而且把物资准备好，包括花莲的倒溪乡和富里乡等等，暗算要退2-3000人。因为小肯风台路径是一直变化，就惊暗时是强风大雨，一定要提前好好防范。记者综合报道。世界上大条，带大家来关心国际主流媒体的新闻重点。头先来看日本三经新闻。日本有2个少年人伫咧 Okinawa 租车佚佗，说是为着翕相，甲租来的车驶入海里，车的零件是恐惊去互海水酒海去，点价按算要讨赔。韩国朝鲜日报报道，亚运的卡球赛，中国对韩国的时阵，南韩的网站党所有9成二战拢是挺中国的。南韩的政府就怀疑讲有境外势力咧操控言论。英国《Times》报道，中国核主厂水艦8月伫咧黄海出代志。英国媒体引用情报单位消息讲，迄只中国厂水艦是着陷阱，而且迄个陷阱是中国家己设的，本来是要对付美国甲英国的船，煞意外家己钓到。昨日是美国《纽约时报》指出，美国联邦通信委员会推出有史以来头一张太空粉碎罚单15万美金。是其中卫星电视供应商无好好处理废弃的卫星。上尾是华盛顿邮报，美国政府制裁毒品交易，其中有15个制裁对象拢伫咧中国，包含一寡生产甲买卖鸦片类药物芬太尼公司。为着避免政府关门，美国在野党众议院的议长麦卡锡是甲执政党同齐推动临时的经费过关。不过，这是引起伊共党的议员不满，提案要甲罢免，这阵是真正过关啊！伊是正做头一个去互罢免的众议院议长。麦卡锡当初是经过15轮的表决才勉强就任的，说是做无一年就去互诱落来。I ended up being the 55th Speaker of the House, one of the greatest honors. I loved every minute. 8个共和党议员甲请靠向内，加上208个民主党的议员投赞成票。佛罗里达州极右派众议员盖茨罢免议长麦卡锡的提议，以216票赞成、210票反对过关。麦卡锡伫记者会宣布袂阁竞选议长，共和党党团嘛也袂就虾米人来接任有明确的态度。根据众议院的规则，临时议长由麦卡锡的盟友，也就是共和党众议员麦克亨利来担任，一直到新的议长出来为止。It's the benefit of this country that we have a better Speaker of the House than Kevin McCarthy. Kevin McCarthy couldn't keep his word. 麦卡锡的议长之路一直受到党内极右势力的阻挡。年初议长的表决经过4天15轮的投票才确定。因为迄当阵政治紧张的局势会当化解，是靠麦卡锡同意恢复英国只要一个众议员就会当提出罢免议长的规定。即马看来，煞真做伊乌空互家己跳的举动。Fear is the institution fell today because you can't do the job if 8 people. You have 94% or 96% of your entire conference, but 8 people can partner with the whole other side. How do you govern? 麦卡锡去互罢免上尾一个原因，是伫联邦政府运作大爱动点最后的关键时刻，伊选择甲民主党合作通过临时开支法案，去互盖茨指控讲，伊甲白宫私底下达成协议，要继续来援助乌克兰。众议院2党的比例，共和党是221席，民主党是212席。因若伫罢免案，民主党煞是选择甲共和党的叛军合作。华盛顿州极左派的女众议员贾亚派尔伫投票进前对媒体表示，就互因伫无能的低调内底乌白亮，也有人准备要看共和党内战的好戏。公司新闻王慧文编译。泰国曼谷一间百货公司昨下晡时发生枪杀案，造成2个人死亡，5个人受伤。
警方赶到现场抓人，发现这凶手竟然是一个14岁少年囡仔。目前是发现伊有精神病史，不过详细犯案动机还搁调查。在万国市中心真有名的百货商场，拜二下晡4点外，雄雄传出枪声。当地世界民众是惊一个紧走出来，有的完全杀无长的外国游客，听到有人咧大声喊，嘛得咧紧撞出来。有目击者讲，迄当阵的场面是规个乱糟糟。We see all the people run. We don't understand why it happened, and so we go after them. And after that, we hear a shots, very shots, like 6, 7 shots. 一个为以色列来的查某囡仔讲，伊甲因查甫朋友伫咧卖衫的牌子的一个仓库，甲门拄掉咧，伫遐米点半钟，尾后才互安全疏开。因为警方接到通报了后，赶去现场，伫商场的3楼一间店面附近找到嫌犯，竟然是一个头戴帽仔、穿乌衫14岁青少年。警方随家压伫涂骹，佫找到一支伊犯案的枪。 คือเขามีความเหมือนจิตเวชครับเขารักษาอยู่ที่โรงพยาบาลราชวิถีแล้วก็ไม่ได้ทานยาเขามีความรู้สึกว่ามีคนมาพูดว่าต้องยิงคนนี้ต้องอะไรเขามีเหมือนมีตัวเขาอีกคนหนึ่งเท่าที่เราสอบถามเด็กเบื้องต้นนะครับ警方初步调查，发现这个嫌犯有精神疾病的病史，规日敢若验算抢劫类的电动，然后伊读的私立中学就伫商场附近。这件真罕见的抢劫案，造成2个人死亡，5个人受伤的悲剧。 2个死者拢是女性，一个是中国游客，另外一个是伫百货公司内底食头路的员工，是缅甸籍的。5位受伤的人有一个是为中国来的。意外发生了后，泰国总理赛塔伫暗时亲身去商场了解情形，嘛感谢辛苦的警察。另外，伊嘛有去病院探视受伤的人，了后打电话予中国驻泰大使，对罹难者表示哀悼。伊答应讲会强化治安的管理，嘛希望唔通因为这个罕见的事件，观光客怎惊到拢唔敢来。 公司新闻，张慧斌编译。印度中部马哈拉什特拉邦竟然有公立病院是2天来死31个病人，尚无阁有12个囡仔。这受害者的家属就认为讲，应该是病院失决策，甚至有家属是指控讲，这病院根本就顾袂来，一个婴仔的保险箱竟然是带4、5个婴仔。 而且这已经毋是印度的病院头一届遐济病人死亡啊！这2个月前嘛有一天48个，3年前阁有1个月900个婴仔死亡。上主要的原因就是这印度的人已经伤过济，医疗系统根本就应付袂来。亲像8月天9日长严重的时阵，确诊者济就随出问题。另外，印度城市甲偏乡的医疗资源嘛是天差地。这上山的恰蒂斯加尔邦。 平均一个医生就要服务1.6万人，根本就顾袂来。加上欠药啊、欠设备，这悲剧就一直在发生。这间在印度中部马哈拉什特拉邦的公立病院，民众是出入。不过，伫礼拜一天内就传出有24个病人死亡，其中有一半都是红婴仔。这个摕到囡仔死亡证书的老爸根本都无法度相信。24 बच्चे गए एक तर मिशनरी खराब डॉक्टर खराब म्हणजे डॉक्टरचं लक्षच राहणं ध्यान नाही था एक तर त्या मशीन में खराब डॉक्टर का ध्यान नहीं 另外一个伤心的爸爸讲，伊个囡仔因为吸胃着，身躯组织因为真严重，较紧手术。伊真惊吓签同意书了后，竟然传来这种歹消息。搁互家属无法度接受的是，过两天这间病院死亡的病人搁增加7个。因指控病院有医疗疏失，爱当局互因一个交代。病院一开始搁讲是因为欠药啊，但马哈拉什特拉邦首席部长甲因说明。उनसे प्राथमिक जानकारी ली हुई है अस्पताल में मेडिसिन बिल्कुल पूरी तरह जितना आवश्यक है उतना वहाँ पर था डॉक्टर और स्टाफ वहाँ पर मौजूद थे 两边的讲法对袂起来，马哈拉什特拉邦当局拜三是开内阁会议，决定要成立调查小组，去查这间病院死亡人数到底为什么这么悬。公司新闻张慧敏编译。印度警方昨是雄雄走去敲网络新闻 NewsClick 的办公室，阁有人员工的徛家，甲这个员工带转去问话。这外国媒体过去是捌讲，这间网络新闻配合中国做一寡宣传。不过，某一派是认为讲，政府安尼是咧打压言论自由。警车载新闻记者相关人士陆续到拘留所，代表记者的律师徛伫门口口，互挡掉的无法度入去。कोई हमें वजह अभी तक नहीं बताई गई, न ही हमें ये बताया गया कि किन धाराओं में, किन एफआईआर में, किन किन ऑफेंस में इनको यहाँ पे लाया गया है। इस तरह की कोई जानकारी न तो उनके परिवार वालों को है
और नहीं हमारे हमको दी गई। 印度警方伫当地查查共同动员搜索网络新闻 NewsClick 的办公室，甲内部真侪做新闻人的架构，甲相关电脑资料带走，佮没收手机啊。其中有几个人佮互带登去问话。综合外国媒体报道，《纽约时报》捌伫8月调查报道表示，这个新闻网站是美国一个好野人申汉支持协助中国对外宣传布局计划工具。申汉佮经援南非的政党甲巴西新闻媒体替中国来宣传。而印度当局早伫2021年就对这间公司提起诉讼，指控新闻网站接受外国资金，过去3档捌为包括中国等等可疑的管道甲名，摕到3亿8千万的卢比，差不多代表1亿4200万的资金。而且伫今年8月，针对这间公司照反恐怖主义的非法活动防治法立案调查。根据了解 ，NewsClick 是2009年成立的独立新闻媒体，而且增加批评印度总理莫迪，所以这个搜索没受到外界批评，讲是对新闻甲言论自由的恐吓甲镇压。They just took his laptop and his cell phone and went away. Why? What is the charges? What are they investigating? Nobody knows. If this is an attempt to try and muzzle the media.And the press, etc. That the media has faced this early. 维权人士甲反对派议员表示，为印度总理莫迪2014年上台了后，印度的新闻自由度就一直咧收缩，媒体自由度为全球排名第140名降到第161名。当然，无国界记者组织嘛提出警告，表示印度的新闻自由暂时已经出现危机。公司新闻台是同朋友。印尼苏门答腊南部的火烧山是已经1个月也拍袂花，火虎四界营野，害空气品质有够歹。因国内有袂少学校停课，而即阵甚至连附近的马来西亚、新加坡空气嘛受到污染。不过印尼的政府是坚持隔壁国的问题，甲因无关系。这是印尼的南苏门答腊省民众伫暗暝想要用家己的泉水装置来控制个拍花满山的火，暗过小小的泉水机。面对这么大的火，根本是无法度，就算等到消防队到现场，用水龙小拍控制火势，暗过依然真难。Pertama angin yang cukup kencang jadi cepat merambat dan juga ketersediaan air. Ini teman-teman Satgas ketika bahan air sudah habis ini dalam hal pengambilan air itu cukup jauh. 因为火花比以前延长，印尼各地发生野火风险增加真济。前年来困扰周边各国的危害，到即马无解决现象。当地时间7日，卫生单位测量的 PM2.5 指数高达154，超过世界卫生组织认定标准11倍外。Hari ini sudah makin parah kayaknya nih Pak. Misalnya udah di pernapasan udah terasa sekali udah sakit ini tenggorokan, dada juga udah mulai terasa sesak. 卫生单位除了伫交通较无影路口发催暗，要求骑机车人以外部分学校也被迫停课3天，要求学生留伫厝内用视讯方式上课。家长也尽量莫出外。这也会引起的危害不止互印尼国内伤脑筋，也佫地数甲邻国政绩。马来西亚指控印尼互野火拖开，互因的空气品质对立恶化。按过印尼政府否认这指控。公司新闻持家人朋友。感谢您收看今日的新闻，世界通，我是苏美，咱明仔载同一个时间再会。